妈妈说爸爸是一个被删了的人。哎呦，你好久听你妈妈说老子是被删了的人了啊！老子也不是台家。妈妈说爸爸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不是一个被删了的人了。一天听话听清楚嘛！经常暗箭伤人，你不会用成语，不要乱用成语好不好？老子啷个就是一个暗箭伤人了啊？就是帮助别人。那叫乐意助人咯。他经常乐意助人咯，不会用成语，不要乱用好不好？他还有一个劳斯莱斯幻觉膜，哎呀，那叫泛音膜，劳斯莱斯泛音膜，不是幻觉膜。老子产生了幻觉了哦，你还在笑？他要完成他的梦想，坚决要走向代孕这条路。老带啥运嘛？带货这条路，带货这条路。